每一天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8，诗篇103篇13节安尼讲：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亲像老爸疼囝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阁是大有恩典疼痛的天父。你怜悯甲看顾阮这的属你的囝儿，你用慈爱来疼惜阮这的敬畏你的人。你也要用公义来对待阮，甲阮的行行顺顺，祝福伫属你的后裔。主啊，世间的老爸虽然疼阮，也有无完全的所在，总是迄个疼痛的心悠然深在，总是主啊，你对阮的疼是完全的疼，是永无改变的疼。阮虽然常常无互你欢喜，总是你还是疼阮到安尼，阮只有感谢，搁感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对咱每一个人的疼，亲像老爸疼惜家己的囝儿。咱若敬畏伊，伫每一天的生活，专心来倚靠伊，就伊要用伊完全的疼来疼咱，也是阮祝福伫咱的每一天。愿主的恩典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